弟兄姐妹平安。周间信息题目：亲爱朋友耶稣。圣经放在那主他大能箴言18章24节，巴鲁古沙包阿兹方都萨波瑞了58阿都谢。u pa terasai sanai aji wisang i u saka sipun ningra u talulu ngai ku kala wisang i ika ka no putun ku nika nga ai。这位比弟兄姐妹更亲密的朋友就是耶稣，他想跟我们做知心的朋友，他可想与我们越来越亲密。人因着渴望友谊，所以滥交朋友，没有行在神的旨意中，结果自取败坏。其实我们可以因着与耶稣有亲密的友谊，而得到完全的满足。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，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，就是我的朋友了。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，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。我来称你们为朋友，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，已经都告诉你们了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是我拣选了你们，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，叫你们的果子长存，使你们奉我的名，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就赐给你们。这是在约翰福音15章所提到的经文。耶稣是一位忠诚可靠的朋友，他为我们舍命，向我们表明他至死不渝的爱。他拣选我们做他的朋友，将从父所听见的都告诉我们，与我们分享他的心事。我们若想与主有更亲密的关系，必须100%遵行主的命令，主的吩咐。我们若觉得无法完全遵行主的吩咐，就快点奉主的名向天父求帮助，求能力，求资源。天父赐给我们所需的一切，使我们能在爱中顺服主，为主多结果子。关系先于侍奉和工作。我们生命中第一要紧的是先与主建立朋友般的亲密关系，而且越来越亲密，然后与主同心同行，按着主所吩咐的去工作，侍奉，为主结果子。有位25岁的年轻牧师，7年内建立了一间有1500多位会友的教会。他觉得自己跟主关系还不错，所以能这样为主结果子。然后主吩咐他把教会交给别人，叫他去另一个地方服侍。他很难接受主的吩咐，因目前一切都很好，他每时每刻都在和
主摔跤，无法祷告或敬拜，心中没有平安。2周之后，他无法再忍受这种情形。有一天半夜，他告诉主，我会遵行你的吩咐，心中立刻充满了主甜蜜的爱。他花好几天的时间与主有更进一步的相交，日后显明主的安排是为了让他与主建立更亲密的关系。今日的教会并未像父神那般爱耶稣，但耶稣说，我爱你们，正如父爱我一样，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。我们必须进入父神对耶稣的爱，常常浸泡在父和子的爱中，里面充满爱的喜乐和主的喜乐，这样我们才能以神的爱去爱人，爱灵魂，并彼此相爱，多结爱的果子。我们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，才能以父神爱他儿子耶稣那般的爱去爱耶稣。耶稣可想我们做他永远的朋友，永恒的伴侣。耶稣对我们充满圣洁的热爱，所以他乐意吸引我们的心，与他越来越亲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根本无法接近他。他为着与我们有更亲密的关系而上十字架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我们被主舍命的爱感动，乐意爱主所爱，照主所吩咐的去行，说主所说，做主所做，就能常在主的爱中，做主的朋友。我们的工作侍奉不是为了要表现自己，也不是为了要借此赢得主的爱。我们被主舍命的爱吸引，让己消失在主爱的海洋中，全人倒空，从头到脚被主的爱充满，像茶壶被水充满。遇见口渴的人，主就把我们里面满溢的水倒一些出去。我们乐意倾尽所有为主耶稣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被你舍命的爱感动，乐意爱主所爱，照主所吩咐的去行，说主所说，做主所做，就能常在主的爱中，做主的朋友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